今日係2026年2月4號，新年就到。今日我哋一齊嚟整一罐港式鹹桔。我嘅拍檔琴姐，係啊，我哋最佳拍檔嚟㗎啦。港式鹹桔係香港人屋企家家戶戶都會醃製嘅傳統寶貝。做法就係用新鮮桔加粗鹽密封醃製，時間越耐就會越矜貴，鹹中帶甘，最緊要仲有少少陳皮香。沖水飲可以潤喉止咳，亦都係港式茶餐廳裏邊凍檸茶嘅靈魂配料。一罐鹹桔蘊藏住香港人最地道嘅智慧。洗乾淨嘅金桔要晾乾水分，確保表面乾燥，曬1到2日，表面有少少巢皮就啱啦。密封樽要用高溫消毒，保持乾燥，一定唔可以有水或者油。跟住喺樽裏邊先鋪一層鹽，再放一層金桔，重複一層搭一層，最後擰實嘅蓋，密封儲存。建議最起碼要放1年以上嘅喎。